白宫周二宣布了在美国开采和回收矿物的新计划，以缓解供应链的短缺，使美国摆脱对外稀土材料供应的依赖。美国总统拜登指出，美国制造业过于依赖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关键矿物进口。美国政府将从国防部的工业基地分析和维持计划中拨款3500万美元，用于该企业所属的帕斯山设施中的材料分离和加工。就欧美等西方国家就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称，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制裁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中方一贯反对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据华春莹还说，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时，不得损害中方和其他方面的正当的权益。印度军方冻结了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购买价值30亿美元的普什者型武装无人机的计划，以专注于国内的开发和生产。印方已通知五角大楼决定冻结其购买普什者型武装无人机的计划。印度军队计划采购30架普什者，分配给其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挪威首相乔纳斯·焦尔斯特勒表示，他们将继续以最大容量供应天然气，向欧洲国家保证能源供应。在访问比利时期间，他在与比利时总理亚历山大·德克鲁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挪威满足了欧洲20%的天然气需求。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了有关土库曼契协定的帖子。在帖子中，纳谢切万和卡拉巴赫被表示为东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对此帖子作出反应，并宣布他们正在等待更正。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大规模乌克兰战争的开始将是我们所知国际秩序的结束，也意味着维护国际安全的构架破产，这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的巨大伤害。乌克兰现在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以阻止俄罗斯的计划，只有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才能解决危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众议院代表团周一完成紧密的访英之行，除了和英国政要会面外，更特别抽空在美国驻英大使馆和香港及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会面，听他们讲述被中共压迫的经历以及对美国政府的期盼。佩洛西在德国出席完慕尼黑安全会议后，转往伦敦继续访问行程。他率领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美国驻英大使馆和多名人权活动人士会面，包括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英国维吾尔族活动家拉希玛·马赫穆特。